大家好，我係方耀律師，歡迎嚟到我嘅頻道釋法有方。喺2025年9月10號，保守派評論員兼行動派領袖查理柯克喺猶他谷大學演講嘅時候遭到槍擊身亡，年僅31歲嘅佢英年早逝，消息震驚全國，令佢嘅屋企人、追隨者同相關嘅組織陷入巨大嘅震撼同痛苦之中。喺世人面對呢個悲劇嘅同時，有一個教訓特別清晰：人生無常，無論年齡、聲望、社會地位、成就、資產規劃都係必不可少。柯克嘅生命咧，唔單止屬於家庭，亦都同佢創建嘅組織同運動咧緊密相連。佢擁有媒體平台同商業利益、演講同著作嘅知識產權，同埋喺非營利同正義倡議組織之中嘅核心角色。如果冇清晰嘅規劃文件咧，呢啲資產都可能長期陷入法律糾紛之中，既破壞佢嘅遺澤，亦都會帶俾佢嘅屋企人巨大嘅壓力。資產規劃最基本嘅原因咧，就係要確保至親能夠得到照顧，並免陷入於法律同財務嘅震盪。喺柯克去世嘅情況之下，佢嘅遺孀 Erica Clark 同埋佢嘅仔女咧，可能立即要面對法律、財務同行政上嘅壓力。一份完善嘅規劃能夠確保柯克生前嘅遺願咧能夠延續並且清楚執行。對佢嘅媒體平台、非營利組織同埋倡議嘅領導繼任咧，應該事先規劃，避免因為內部爭奪而導致組織瓦解。如果缺乏規劃咧，法庭有可能介入，並根據州嘅無遺囑繼承法咧嚟決定邊一個可以繼承呢啲財產。呢個安排咧，往往與死者嘅生前意願咧係背道而馳嘅。名人過世嗰陣，往往會引嚟高度嘅關注。如果缺乏資產規劃咧，爭議就會走上法院，甚至成為頭條新聞。透過生前信託、遺囑同埋繼承計劃，能夠減少爭議，避免遺囑認證程序，並將私事遠離公眾。遺產規劃咧，唔單止係分配財產，更加係保護價值觀、守護智慧財產，並確保人生嘅心血能夠按照本意得以延續。好似柯克咁嘅人咧，佢嘅資產規劃咧應該包括設立慈善信託，繼續支持佢所堅信嘅事業，制定有關姓名、肖像同埋著作嘅使用規範，為佢所領導嘅組織設下清晰嘅接班安排。柯克係年僅31歲，佢離世鮮明咁提醒我哋，年輕並非悲劇嘅保障。年青人，特別係有家庭或商業責任者，應該考慮指定受益人，適用於帳戶同保險、財務代理權同醫療指示。當你萬一失去行為能力嗰陣，同埋生前信託，避免遺囑認證同埋保障私隱。柯克嘅死咧，按照各方嘅説法咧，係一場政治暗殺。雖然係極端嘅例子，但係都突顯咗當死亡突然嚟到嗰陣發生嘅風險。呢啲風險包括遺產結算延遲，因為法庭、檢察官同埋多方利害關係人咧，必定要處理各種主張。家庭同埋財務爭議咧，可能喺媒體度公開曝光。錯失稅務規劃機會，或者喺混亂交接當中咧，造成資產管理不當，同埋對遺產同名聲嘅掌控權喪失。如果冇明確指示，一啲敘事權咧，可能被其他人攞走。喺高知名度人物過世之後咧，爭議往往難以避免。即使喺表面睇嚟團結嘅家庭當中咧，對於過世者嘅意圖或者繼承權嘅唔同解讀咧，亦都可能引發訴訟或者激烈嘅公開鬥爭。一份精心擬定嘅遺囑、信託和接班計劃，可以減少模糊不清，並賦予執行人、受託人同埋指定領導人明確權限。佢亦都有助於防止第三方介入，例如係債權人、投機者同埋對立派系。特別喺政治同意識形態敏感嘅環境當中咧，明確嘅法律文件能夠保護遺產免受挑戰或者投機性主張嘅侵擾，避免喺脆弱時期咧被人利用。查理柯克嘅不幸遇刺，殘酷咁提醒我哋，
無論年齡名望，冇一個人能夠避免意外。無論你係咪公眾人物，資產計劃唔係可有可無選項，而係必須。今日請立即行動：一、確保基本文件齊備，遺囑、授權書、醫療指示受益人指定。第二，隨住影響力同資產增加，要同律師合作設計更完善嘅資產規劃。第三，清楚咁將你嘅意願話俾你可以信任屋企人同埋組織繼任者。第四，隨住情況變化，定期檢視同埋更新你嘅計劃。如果大家中意我嘅 video， 請大家訂閱、點讚同分享。如果大家有意見，亦歡迎喺呢個留言區留言。多謝各位。